转身本体格。南叶唐波我敦北札。全诸法体使用绝对格，或称为圆形格。虽无任何格标记，但在句子中却有文法作用。因为只全说实词本身的体性，而不牵涉动作的能所关系，所以称为本体格或为名格。名章起札。A 表不及物动词的主词。金琼格勒波，洛内佩琼，安温贡拉，登内容。小白云由南方而来，一指蔚蓝天空中。B 是字句中的主词与主词补语。琼莫浪吗？我以拉日影。亚龙藏波，我以宁差影。珠穆朗玛是我的神山，雅鲁藏布是我的血脉。长格勒赞巴，我以塞丘影。雀塘里兄，我以努布影。白密赞巴是我的圣石，法语经典是我的珍宝。简den拉莫拉克，我以尼努鲁影。美丽的天女是我心爱的宝贝。C 同位语省略判断动词。推送三界古如仁波切，恩主君大得哇千杯峡。三世诸佛上师仁波切，一切成就之主大乐尊。他人于拉修贝玛，我以请签阿玛拉克。远在故乡的妈妈是我大恩的母亲。请签阿帕切我以米切，请签阿帕切我以收扎。大恩父亲，您是我人生；大恩父亲，您是我命脉。D 表及物动词的直接受词。给为登巴佩 Q 吉，给我身兼君郎我。愿诸佛法普传扬，善业回向有情众。诸君三界 Top Q 吉，给炸贪戒积堆地。愿诸众生悉成佛，积聚一切诸善根。